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社会新闻常常报道，某米人因为牵涉到某一个案件，就会真做嫌犯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即读做涉、事业涉、牵涉的涉，读第8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释这字涉是了水的意思，换句来讲，就经过参详的意思。插手去管别人的代志，就是干涉；若是互相讨论，和双方有关系的代志，就是交涉。另外有牵连，咱讲是牵涉；嫌疑犯和某一个案件有牵连，就是涉案，加做嫌犯，也就是涉嫌。另外古早有一个词，形容一个人偏心有私心，咱讲是涉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干涉，意思是插手管别人的代志；第二个词读做交涉，这是两边互相讨论，和双方有关系的事务，互相来打合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父母对囡仔有愿望，也毋过干涉囡仔理想就唔通。上好就是爱和囡仔交涉，互相了解，尊重因的决定，才袂有冲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涉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